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，国情今仔日要招你跋筊，教你跋筊。国情啊，你才好胆，但电视节目内底教人跋筊，唔是，这甲跋筊有牵连的台湾话、俗语话、解艺术。头一句咱来讲起手蛋，哇，真正咧教你跋筊呢。起手蛋是啥？起手蛋就是讲牌举起来，人拍一支咱就到啊。起手就咧等啊！哦，这个机会有够好诶。毋过吼，你讲呛讲我起手等，人会甲你亏。讲起手等饿甲散啦，意思讲吼，毋通靠好运啦。起手就要等，无得甲讲头前真好诶机会，你无把握着。等诶，换你闹开，换你咧看别人搞都会哦。这就是过去汉文一句话咧讲。讲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意思讲头啊好开，无得较会当保持偌久啦。过来第二句，我教你跋筊，咱来讲慢筊。慢筊是啥？慢筊就是讲明明人拍出来的牌，你都听好教啊。已经你教就听好讲赢筊收钱啊，你想讲吼，人拍出来咱莫甲教，等下换咱家己自摸。我毋是咧教你跋筊啦，意思讲要拼啦，该当教，无爱教。规气等下换我家己拿着牌，我会当赢3卡，机会愈好就对啊。这袂输比拼讲人民间咧讲故事，讲去溪边伫咧捡石头，看到这粒大粒你唔捡，想讲等下会捡到愈大粒的，行到尾啊，路尾双手空空，因为你都望讲后一粒搁较大粒，石头较捡到搁较大粒的，到尾啊心内咧想的无影，所以慢筊就是讲好运你唔把握，想讲后一摆机会搁较好，慢筊无3分命。绝对无迄个命通互你一慢再慢。当然啦，讲筊讲靠运气的代志真正毋好，因为筊风拳头棒，赢10箍就要出来讲风声，讲赢100外箍，我哪有迄种赢毋敢防灾？咱讲赢筊当面照赔，即个我哪有？意思讲吼，赢筊的人暗藏起来，秘密袂互你知呢。讲你有赢无？当无啦，面照赔摕去转啊。讲较歹听，讲输甲脱裤啊。即个我哪确实有，所以谈筊倒顶是大家跋头壳，毋则确实。有一句话咧，劝人讲唔通靠运气，因为有当时啊跋筊是暗头啊报赢筊，天光会报掉头。啊，这就真正咧共提醒啊，提醒讲吼，跋筊这款工课，这款靠运气的工课，绝对袂久长。暗头啊，你还佫讲赢筊哦，天光是输，唔是干那脱裤尔，都爱佫掉头。所以过去阮老母甲我讲韩信识筊真出名，讲筊爱互戆的赢，实在都无影，戆人会输甲惊啦。